创世纪第49章，雅各最后的祝福。雅各叫伊所有的囝来，讲：恁拢自入我来，我要将恁以后会拄到的事甲恁讲。雅各的囝着自入来听恁老爸以色列的话。路边，你是我的大囝，我的精力，是我养壮的时生的第一个囝，应该极其尊荣，气力超群。毋过你亲像四过冲的大水，袂当搁伫兄弟中做大，因为你爬上恁老爸的面床，爬起哩我的床铺，甲伊拍拉散。西面甲利未是兄弟，因的刀剑是残忍的武器。我的心神毋通甲因共谋，我的身魂毋通甲因参详，因为因伫受气中害死人，乱使挂长牛的大腿根。因的受气猛烈，会受咒诅；因的大受气残忍，会受咒诅。我要分散因伫雅各家，拍散因伫以色列逐支族。犹大，你的兄弟要学落你，你的手要刺对敌的颔棍，你的老爸囝要屈服伫你面前。犹大是细只狮，我的囝，你掠着猎物就倒去洞穴。犹大拍地亲像狮公，倒地亲像狮母，啥人敢惹伊？王权无离开犹大，伊的后代久长统治。万国会来进贡，万民拢来归顺。犹大绑细只驴仔伫葡萄树，绑驴仔囝伫上好的葡萄树。伊用葡萄酒洗衫，用葡萄汁洗衣服。伊的目睭因为啉酒红，伊的喙齿因为啉奶白。西布伦要徛起伫海边，要做拍船的港口。伊的境界会到西顿。以撒迦是臃肿的驴，倒伫伊歹的两骹蹄仔中间。伊爱安静徛起，留伫肥水的土地。伊按镜头打重担，真做苦工的奴隶。但要为着家己的人民主持公道，亲像以色列别个支族。但要做路年的蛇，做路中的毒蛇，甲马的骹后颠，互骑马的人倒向下摔落去。上主啊，我得听候你的拯救。加德要互对敌追赶，毋过伊颠倒要追入因的骹后颠。亚瑟的物产丰富，通做王室的好食物。那弗他利是透房的乐母，生可爱的鹿仔囝。约瑟亲像水泉边的野驴，亲像山峦仔顶的野马。射钱的人猛烈攻击伊，用箭射伊，追入伊。毋过伊挖靠雅各的带领者，伊的经由完安。伊挖靠以色列的牧者甲石盘，伊的手犹有力。你的老爸上帝要帮赞你，全能者要赐福你，伊要赏赐你天顶的福气，深恩稳重的福气，互你子孙真多，终生兴旺。你的老爸的祝福赢过永远山岭的福气，超过自古以来的山峦仔的好物。这福气要降落伫约瑟的头壳，临到伫对兄弟中间竞选出来迄个人的身上。便雅悯是凶猛的豺狼，早起时吞食伊的猎物，下昏时分伊抢着的。这个是以色列的12支族，因的老爸照因逐个人应该得到的福分，甲因祝福。雅各的死甲埋葬。雅各吩咐伊的囝讲：我要倒去我的列祖遐，恁得将我甲我的祖先带做伙，埋葬伫迄人以弗伦产野的洞穴，就是伫迦南地万里的对面，
灭比拉产业的洞穴，是亚伯拉罕对赫人以弗伦买来做墓地的产业。伫遐有埋葬亚伯拉罕甲伊的某撒拉，阁有埋葬以撒甲伊的某利百加。我嘛伫遐埋葬利亚。迄区园甲迄内面的洞穴是对赫人买的。雅各对伊遐个囝交代清楚了后，骹揪起来，倒伫眠床，开就断，倒去伊的祖先遐。